过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做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欢迎收看。咱今日要讲的主题是北门的洋香瓜。讲到这个洋香瓜哈，有人叫伊吼是哈密瓜啦哈。那么洋香瓜呢，伫咱台南市的这个北门区哈，这个所在呢是咱全国吼种到这个洋香瓜上界大的面积的所在，而且伊的品质嘛是上界好哈。那么伫世界哈，应该会当讲吼伊是第一名的啦哈。咱来讲伊第二名，找无第一名。那么洋香瓜哈，咱乡亲朋友应该哈，大家对着这个算水果哈，大家拢不陌生也。常常时常咧食咱的这洋香瓜哈，但是咱北门的这洋香瓜也品质上介好哈，那么而且哈伊的价格也蛮高的哈，我要曾经有人送我，迄有一个洋香瓜哦，讲要几千块的啦哈，啊这经济价值真悬哈。那么伫北门遮除了讲洋香瓜以外，其实伊也阁有其他的这个农渔产品啦哈，阁有啥物货？我咧想呢，毋免我讲你嘛知影哈，北门是咱沙巴鱼的故乡哈，有做侪咱北门的乡亲，伊有种算讲有养殖这个沙巴鱼。那么其他阁有啥物农产品呢？小等下哈，咱邀请贵宾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做一个介绍。那么伫咱今仔日节目当中咧，邀请到的这两位贵宾是咱北门区农会供销部的这个主任哈，咱林春峰主任。主任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另外一位是咱北门区农会这个农署主办，伊是指导员呐哈，就是咱的郭仲清指导员。你好。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熟悉两位都是咱北门的乡亲哦，因为我是北门的查囝，我伫遐出世的哈。但是我很早哈，在国中毕业我就离开北门哈，很久没有回去了哈。那么今天哈，遇到乡亲哦，可以好好的聊一聊啦哈。那么咱今天讲到哦，这洋香瓜，我会记得我以前是用讲哈密瓜啦哈，咱即马称呼叫做洋香瓜。哈密瓜、洋香瓜，这是啥物原因？是安那有人叫哈密瓜，有人叫洋香瓜？应该是安尼讲好啊，应该是较早拢讲是哈密瓜，啊，毋过因为真可能迄个别名的关系，嘿，所以真拢叫统称叫洋香瓜。哦，是。那么讲到这个洋香瓜，我有讲啊，讲吼，咱北门吼，加种迄个洋香瓜是算讲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啦吼。对着这部分啊，就是讲咱伫北门整个咧种着这个洋香瓜，伊的一个概况是毋是？请咱指导员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好。咱北门啊吼，位于咱的台南市的西北边啊吼，啊盐分迄个土壤较盐化吼，啊人口流失啊，吼啊造成吼迄个做种植吼较不容易啦吼，嘿啊毋过遮几冬来吼，配合咱政府吼咱的青农的返乡的政策吼，主要迄个成效吼也有一点成果啦吼。啊，阮北门吼种洋香瓜，上主要集中伫咱的金茂地区，吼啊面积大概讨伫个70甲，嘿啊产量吼平均1公顷，红讨伫个2万斤左右，嘿。像我知影，即马就是12月份，就是咱迄个洋香瓜伊盛产的收成的这个季节。那么一冬内底，咱阁有其他的这个季节咧收成吗？吼，咱摇芳瓜啦吼，咱你像阮北门地区，通常拢讨一冬种2季，吼，一季第一季大概拢讨伫个国历的8月中，吼到11月，吼啊第二季拢讨伫个隔年的1月，吼到讨清明节前后，吼啊咱迄个周期啦，吼咱第一季佫分2个时间，吼最主要就是伫个第一季的伫个迄个8月中旬，吼到10月上旬，吼，这一季这个时阵的洋香瓜，因为气温较热，吼啊，伊的采收的期间大概讨伫个60天至70天，吼啊来迄个第二周期就是讲讨伫个10月，吼10月下旬到11月，吼迄阵天气较冷啊，吼啊所以伊的成长爱较久。吼，大概讨伫个75天到90天，
期间。伊的品质敢有啥物无相像？口感来讲啦吼，两期大部分你啊，咱这期座吼算里座，里座的洋香瓜是算上好食，较好伊的果肉较结实，嘿啊甜度嘛较有。那么吼，这洋香瓜啦吼，其实我拢讲哈密瓜较济啦吼啊。洋香瓜也好，哈密瓜也好，咱拢知影啦吼。伊就是像咱即马桌仔顶这，那么伊就是讲咧食啦吼。咱当然用这个水果食嘛吼。啊，这个水果食以外，咱比如时啊，有的人吼，咱台湾人做爱甲迄水果起来入菜吼。这个咱入菜。咱除了迄个食以外，咱个会当入菜啦吼。最主要伊个有分几啊种吼，会分咱的摆设吼，咱的配角吼，啊嘛咱做咱的产品。对，我一碗一碗。对，啊，甚至买当做甜点，咱最主要大部分吼，你看咱迄个一般的做配角的部分吼，就咱的洋香瓜，咱的虾球，甲咱的松板，伊就是咱主要就是伫边仔做摆设的配菜啦，啊，你啊汤的部分吼，咱会当用咱的洋香瓜落煮汤，炖迄个炖鸡汤。咱的甜点的部分，咱会当甲迄果肉，沤起来，内底甲做成咱的迄个布丁，变成一个盅。对，就是伊的碗就是啦。对。安尼看起来做好食，啊个做水。对。就是讲，咱若咧选，咧不咧个咧选购吼，像我去菜市啊，其实我都还蛮选水果。我为选水果的方法就是，请头家甲我找，甲我拣。像咱要选这个洋香瓜，吼。咱安那选要安那拣较，就是它的品质会比较好。咱最主要啦吼，有3个原则啦吼。第一就是讲，咱就是看咱的网纹吼。你看咱桌边这吼，网纹伊也愈捌，愈捌。这个我听过。对，这是第二，吼，就是伊的果皮啦吼，伊的果皮，你看这桌顶的这，伊嘛有果皮拢有呈淡黄色，吼，小可黄暗的迄个，第三个就是看伊的地头，咧地头，伊地头爱新鲜，爱活甜，因为有一寡咱市面上，可能伊的甜草伊袂较久，所以迄甜拢会大伊，咱唔知伊到底是放偌久啊？对，最主要是这3个原则来当掌握，应该就会当经上基本的。像这3粒啊，他拄你介绍的讲较淡黄色啦，就它像后边这2粒啊，可是前面这粒就较绿色。迄是品种伊的关系。不过以品种来讲，这粒头前这粒伊嘛是有一滴啊黄色啊，淡黄色。对。那安尼话吼，像安尼咱要客人要食的时阵，是要搁甲藏，还是即马现煮时就会当食？品种嘛是有分别。你也像咱头前迄粒，迄粒就是真咱上行的啦咱的卡蜜拉。是哦。伊的吼，伊就是第一，伊耐放。伊的口感像咱水梨啊安尼。这3粒的品种不一样。这3粒后边迄2粒是同款的品种，头前迄粒甲后边2款不同。卡蜜拉是英国迄个呢。对。有可能是后摆的迄个英皇的迄个太太啦吼。那么就是咱即马看到的这它品种不太一样啦吼。你感觉是头前这较好食，后边迄2只较好食？我感觉吼，这2支品种来讲啦吼，伫个一般的迄个市面上拢无足好种啦。是。阮遐的农民拢较爱挑战歹种，所以因种出来的价效拢会较好。歹种的原因是安那？伊这种植的过程敢有啥物困难？伊每一个品种啦吼。拢迄个咱的种苗公司出来吼，拢有一个像因话耐白粉、抗白粉，啥物哩哩扣扣的。不过这2支品种来讲，因拢算较敏感。有一个像顶礼拜迄个天气，无一礼拜拢较炎热。较热。你后壁这个品种吼，热。阮遐就拢死到要了呀。你要安怎？毋是甲吹电风？没有啊，就放互死啊。是哦。无遐多伊。安尼农民就爱哭啊。对啊，所以尤其今年，洋香瓜做歹种，因为第一，因无雨啦，无雨你就歹种，伊咧土壤内底的病菌会较多。所以就要等冬天的季节来种。对，不过有的人你
农民要抢较早，有可能和阮讲的，大多好伫个国历的8月下旬，吼，伊就会种植啊。那么咱吼每一档拢有办一个评鉴的活动吼，这评鉴活动内底啦吼，就是讲要去教人安怎去挑选这个洋香瓜啦吼，伫这个评选的标准内底，伊是安怎来做一个标准？哦，咱拢会邀请吼，迄个台南改良场，哦，甲咱台北的拍卖市场，哦，甲咱种苗公司的专家，哦，来担任咱的评审，哦。咱主要评选的项目有4种，哦，就是以咱的重量，哦，咱的甜度，咱的外观，哦，咱的口感，4种来做咱评鉴的标准。哦，听讲吼，咱即马家己嘛有品牌呢，吼，咱这品牌伊的成立，比如讲即马讲品牌故事啊，吼，是毋是嘛？甲咱介绍一下。哦，咱哈鲁啦，吼，就是咱日语的发音啦，吼，是一个。咱名啦，吼叫春美，嘿，春美，哈鲁，嘿，伊是咧叙述咱较早日据时期，吼，伫咱台南八门庄，吼一个用不向命运低头的查某人的故事啦，吼，嘿，电视的春美就是咧讲咱台南的八门的，真正有这个故事，这个主角哦，对，包括迄阵。翻拍的时阵嘛，来阮北门取景。哦，是，我有小可去看到伊，应该是最近这2个月内底，伊算讲咧重播。可是可能我也无都认真伫头甲看到尾啦吼。但是我毋知影讲迄个故事是伫咱北门。对。哦，原来咱北门有遮侪故事吼。那么咱吼，你讲到这品牌这个成立啦吼，即马就是讲，当然啦吼，咱农会啦，是讲咱区公所拢是希望讲替农民做更较侪代志啦吼，但是咱嘛爱替即个消费者做把关嘛吼，所以伫即个咱即农产品顶管吼，咱可能拢爱注意的是讲比如讲伊的迄个农药是毋是有过量啊，啥物货，像即部分咱安怎做把关？哦，即个部分啊吼，阮每一档啊吼，拢有办迄个安全用药吼的讲习会。来教导咱的农民，会用正确的用药，这几档啊，阮嘛有咧辅导农民做咱的农药检验的部分。是，那么我继续要请教咱这个农会供销部主任咱林春峰主任啦就是讲咱农会对着农民伊咧种植这哈密瓜当然伫后壁就是咱农会咧做因的迄种。咧甲因批过嘛吼，那么伫即部分啊吼，咱即个农会拢替咱的即个农民做要来讲就是讲去甲因安怎甲协助。阮都办迄个每年拢有办迄个洋香瓜的产业文化活动，来拍即个哈鲁即个品牌即几年来伊的成效嘛诚好。按主要就是讲，甲农民所生产的好的洋香瓜，透过安排这个活动，甲来甲行销好出去，愈侪人知影讲有遮尔好食的这个洋香瓜来甲买安尼。是。那么较多咱讲的拢是即个洋香瓜，就是我都讲伊叫哈密瓜啦那么这部分除了讲是咱北门的即个骄傲以外，其实咱北门还有一项足骄傲，就是咱的沙白鱼这沙白鱼我真细汉伫迄时阵咧大的时阵，哇，都边要足侪人咧种即个咧饲即个沙白鱼那么对了，这个沙白鱼的部分是毋是请咱主任嘛，佮咱做一个介绍？北门我伫咱台南的西北角。靠近即个海边啊，所以伊的养殖业会使讲诚发达。阮目前的即个养殖面积有2600家，其中混养的沙白鱼加专养的沙白鱼有差不多2000家，其他600家拢是饲即个乌龟鱼、乌鱼、石斑、龙胆所以即个阮沙白鱼会使讲占较大宗，因为即个。沙白占大宗所以阮一档的即个产量有差不多有1万吨，伊的产值有差不多有6亿，所以这是阮地方上重要的即个经济收入来源。阮即搭地方的即个沙白鱼的特色
就是讲因为靠近这个海边啊，哦，所以伊所饲的这个沙巴鱼，拢引入海水来所饲，海水所饲的这个沙巴鱼，伊的鱼肉特别结实，哦，啊特别肥大，啊口感佮特别甜美，哦，啊佮无臭土味，哦，所以阮北门有咸水沙巴鱼故乡名称。啊，拄你讲臭土味吼，这就是一般吼有一寡妈妈啦吼，伊也去菜市啊咧买鱼啊啦吼，拢足惊去买到有臭土味啦吼。啊，啥人较有这臭土味？这什么原因啊？臭土味有可能啊，恁缺底啦吼，啊甲迄个水质，哦，啊佮有发臭啊，哦，也有足侪原因，哦，足歹治疗的。哦，安尼哦。啊，伊啊，比如讲，伊即块鱼啊，算讲饲出来鱼啊有臭土味，安尼对伊的迄个销售都有影响啊。你个鱼贩伊又无要买啊，你个爱处理的好势，伊较有生意人，伊较有饭头，较袂来甲你买。啊，但是你算讲饲遮大只，你若讲伊无臭土味，要安怎改变啊？敢有可能改变？因为即种吼，有当时气候啦，雨水落多，有当时嘛足歹改变。但是阮咸水的爱饲的沙巴鱼，哦，伊的即种臭土味较少。哦，是哈，较少。那么就是讲吼，咱若有一寡妈妈啦，因去菜市啊咧买鱼啊的时阵啦，吼，咱敢有法度用安尼去拣的时阵来用看，还是讲去看片看，莫讲要安怎去会当讲哦，咱要买的时阵，莫去买到有即个臭土味。因为即种吼，你也臭土味较重的，有当时啊偏有。哦，是啊。啊，有臭土味较轻的，无法度偏啊。啊，若是讲，比如讲你买等于你用臭土味啊，咱咧煮食的时阵，咧料理的时阵，敢有啥物方式？是毋是像人迄有个讲，若鱼啊，迄个比如讲甲煎一呢，红烧较无迄个。无啥物通解，迄个无啥解决安尼。只好安尼食啦。只食，啊，人工要买的时阵较注意。但是佫毋敢食。系啊。因为即种臭土味吼，食咧加味啦。就是怪怪的啦，吼，咱食人就是感觉讲食落去不舒服啦。伊个阮本身家己做爱食鱼啊，啊食着即种鱼啊，阮嘛拢无食。是吼。嘿嘿，所以真吼，真买种鱼啊的话吼，恁有当时消费者你免烦恼，因为真吼，买这鱼啊的话，臭死的话吼，这个罐头吼，比咱较紧张。罐头。罐头。哦，罐头。罐头就是专门甲伊收买鱼啊人，伊拢爱事先来试鱼啊，哦，试看有味，有味的话伊就无甲你买哦。哦，我知。因为伊啊规个买。有即个有味的话吼，伊的信用就歹歹。哦，对啦。所以咱消费者毋免伤烦恼。对啦，所以我嘛感觉讲，几乎即马咱伫咧市场咧买鱼啊，可能像较袂去买到有即个臭土现的即种沙白鱼啊吼。所以这算讲，你讲番啊，就是类似中盘啦。对，大盘，大盘。伊算讲，伊去甲迄个渔民甲伊买迄个沙白鱼。伊买沙白鱼，买掠沙白鱼。之前吼，拢爱先。伊就先试食过啊。嘿，拍去试食。啊，因为若有诶话，就食一食就知影啦。对。因为规窟就拢是有啊。有但是啊，因嘛做慎重啊。要看的进前吼，前几工啊，伊会来拍，会来试。啊，即摆要掠迄工，伊嘛搁会试。所以真消费者毋免烦恼啦，买着臭土味的机会有可能较少。对啦，像你讲的啊，伊若卖着即个鱼，后摆人要起伊买的时阵，人认伊即个人员个想讲啊，你都捌卖过安尼，伊嘛无啥甲伊买啊。啊，伊毕竟伊的信用就不爱去啊，啊，所以伊就算讲家己爱做把关啦。吼，那么这沙白鱼啦，吼，当然啦，伊的营养价值嘛足悬的吼。咱主任是毋是也甲恁介绍一下？伊沙白伊的高蛋白质足悬，伊是低热量，低胆固醇，哦，啊有维生素 A 甲 D，所以食这个沙白鱼吼是食健康的一个鱼仔类，因为我本身饲鱼仔，其实沙白鱼仔吼，伊是袂着病，伊嘛袂着传染病，所以伊饲料内底伊个袂加迄个抗生素，所以沙白是一种食健康的鱼类。算讲，你意思就是讲，伊是作用的啦，无啥会得病。伊是会得，伊会死是迄个安尼饲的过程会死是缺氧。哦，是哦，啊，是啊，较缺氧，伊是安怎进肺啊？嘿，伊个足惊无上速啊，无氧气啊。伊足，比如讲，伊伫咧鱼底下底咧游的时阵是安怎会缺氧？你迄个
农养度无够。哦，你看安尼饲300拢爱透过水车。哦，我看迄有一个伫遐拍。你氧气也无够，当然伊的呼吸就无够。哦，鱼也个冰窟啦。好，是哦。我头仔知影讲若迄个风台天啊，风台天有两只的。风台天袂死。袂死。愈冷气伊袂死。哦，安尼啊。愈热熬热，啊，你个氧气无够的话吼，伊就做到冰冻。安尼，比如讲咱咧饲300鱼的人，伊敢有讲啥物季节啦吼？你像你讲的热天啊，是毋是会较歹饲？袂，因为300伊是热带鱼，所以阮放即个饲这300的时阵，拢是伫即个清明，去脚踏开始放，脚踏放到头到中秋节后，头到农历的10月底、11月底遐，按就差不多收成啊。啊，你也无收成的话，因为300鱼吼，伊也超过温度吼，差不多10度的话吼，伊个会。会较会寒死。我看即马300鱼，你看较大只啦吼。以前的300鱼，我记我小时候食的300鱼，差不多2/3。即马农民足厉害呢，因为我都安尼吼改良啊，即马吼安尼一只足大只吼。迄若有平时一顿吼，你要甲食到完嘛，足困难的吼。那么咱300鱼，我知影讲，伊除了讲，其实吼我知影300鱼伫头至尾啦，伊的腹内啊，逐项都会食一啦。除了鱼翅以外，袂食一啦，鱼蛋袂当食啦吼。规身躯拢会食一。伊即个300鱼吼，会当做头到20项的即个产品，加工产品啊。阮目前头做9项啊。吼。安尼你甲阮介绍一下好无？阮做的即个，阮现在有加工起即个300鱼产品，有300鱼酥，啊，甲300鱼腐，啊，甲300鱼罐头，啊，甲迄个。300鱼会当做盐钱，啊，佮有即个蒲烧无饲的300鱼肚，啊，佮有保盐的，啊，佮有无饲的鱼肚，啊，佮有龟尾。我即摆咧做方便的呢吼，你若要炖伊了后，就会当现蒸现煮啊。这拢无饲的，这一尾鱼也有223支，一支甲抽起。以前吼，我看妈妈若咧买300鱼炖来吼，龟尾嘛吼，啊炖来佮家己抬。抬你还看要切块啊，是要安怎，拢爱家己处理。即摆吼，因为大家咧上班啦吼，迄个职业妇女足济啦吼，大家也无啥时间吼，去菜市都无啥时间啊，较有可能佮去炖来佮家己伫遐咧抬鱼啊吼，所以咱即摆拢做啊，足方便的，互你炖鱼吼，家己要安怎料理的时阵拢冰箱拍开吼，迄个火开就会当开始料理啊吼。那么像安尼的话啦吼，像这话咱炖鱼是拢安怎煮啊？用煎的，像这鱼。这大部分拢用煎的，就爆迄个爆盐的300鱼吼，这已经有烧盐啊，啊，你个倒怪油，拢唔免，这拢清气啊，这阮这拢有经过 HACCP 食品安全管制系统，因为进进来吼，而且消费者对食安伊要求足悬的，所以阮拢经过这有。合法的这个加工厂来甲阮加工代工，所以这方面消费者放心嘛呢。是。那么咱除了迄个洋香瓜，佮有300鱼以外，咱北门啊，佮有啥物农产品？咱北门吼，佮会当因为阮土地较咸，所以咱佮会当种这个大蒜，红葱头，大蒜伊的特色就是讲阮是用河米种。河米种，伊有西咧种甲河米种，河米种伊的蒜仁、伊的仁、伊的蒜瓣吼较细，但是伊较辛辣，足香，因为有可能兼土地兼的关系啦，迄个红葱头吼，阮即代红葱头较无饮水啦，较会耐放啦，迄个蒜头吼，做爱买阮北门的即个红葱头。即笔当红葱头的介绍，会使讲真好。迄个农民吼，做正常啊吼，趁甲拢欢喜甲。是啊，我看迄人来煮食的时阵，这葱头搁蒜头，这拢不可，拢袂当去无去的。迄个前面的迄个调味料啊吼，会让爆香嘛吼。就是讲吼，咱今仔讲到这个洋香瓜，我要请教咱指导员，就是讲咱平常时啊。每一档拢会办一寡活动，是毋是嘛？咱介绍一下。咱今年的活动啦吼，伫咱国历的12月12，伫咱的水晶教堂，要办咱今年度的北门哈鲁洋香瓜的产业文化。咱当天除了有迄个洋香瓜的评鉴，咱农会嘛有准备，咱的洋香瓜，甲咱的洋香瓜的果干，甲咱的300鱼，无饲的300鱼，要提供互咱。民众做品尝，咱的瓜农嘛有会现场卖咱的洋香瓜，
吼啊，除了歌农以外，佫有咱的迄个咱台南市，吼，各迄个分会吼的青农，吼青农拢甲因上好的农产品，吼拢伫咱现场做展售。吼啊，除了这以外，吼咱佫有咱的 DIY， 吼咱的咱的板门洋香瓜，吼的迄个笔袋的 DIY， 吼啊，迄一个人迄个到时报名是做是250，啊，这250会当现场会当抵消费，吼会当买咱台南吼各区的上好的农产品，吼啊，所以12月12吼邀请大家吼做伙来水晶教堂，吼咱共襄盛举。水晶教堂是最近这几当足行的啊！我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其实上行的是迄个北门的人群仙啦。对。为什么？若到应该是人讲挂香的季节啦吼。我讲伫阮兜吼，喺门口遐看到迄个12路口迄游览车，你甲算吼，有当时几百台吼，啊，拢去迄个人群仙啦吼。啊，像咱北门佫有迄个东龙宫吼，迄嘛是拢足盛迄个啊。咱北门其实伊还佫有足侪吼很好玩的地方啊！请主任甲咱做一个介绍吧。咱北门虽然即个小所在，但是咱有遮丰富的即个景点啊现佫有迄个乡村滨海休闲园区伊是一个结合生态伊佫有足长的即个浪漫的海岸线内底佫有提供住宿伊是一个复合式的休闲园区啦内个是即个咱2级古迹南昆生代天湖伊是号称台湾王爷总庙伊有350年的历史伊一当的即个游客香客差不多达到600万人香火会使讲非常的鼎盛内个有即个咱台湾乌卡贝纪念馆迄是阮在地即个王金王医师伊一生奉献即个免费基诊。即个乌卡病即个病患者做一个医疗即个技术甲纪念伊安尼佫过来就是咱正上行的，就是咱北门游客中心即个水晶教堂伊遐会使讲是迄个拍新人拍婚纱照的景点佫有即个这下卡瓦盘盐田，即嘛伫遐看夕阳，看夕阳伊佫是古早的即个做盐的场所，伊有差不多200年的即个历史啦正已经转型做迄个观光盐田，咱游客也要体验拍盐打盐、收盐的乐趣迄实在较早拍盐的即个过程佫甲拄咱主持人讲的，即个3寮湾东龙宫文化馆伊是拢收藏一寡王爷信仰的文物文献图样佫有迄个相关的迄个雕刻栩栩如生佫最近咱迄个交通部长林佳龙送阮北门一个大红包，就是讲将阮北门入选为2021年经典小镇是啊，所以阮北门的发展指日可待。是，今仔日真感谢咱2位咱产销部的供销部的主任咱林春峰林主任佫有咱这指导员郭仲清先生来到咱这个节目当中，甲咱介绍咱台北门的这个洋香瓜，佫有咱这个鱼产品谢谢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我是婉婉咱台南风景节，我们下次见